吳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6 E 班嘅周柏森。我係6 E 班嘅梁凱琪。今日我哋會同大家講嘅國旗下講話主題係我的家在中國，節日之旅，炮竹聲中一歲除。凱琪，你知唔知嚟緊嘅1月29號係咩日子啊？當然知道啦，就係大家最期待嘅大年初一啦。農曆新年又稱為春節，係傳統中國人最隆重、最睇重嘅一個節日，亦係一個民間嘅慶典，有好多傳統習俗同傳說。凱琪，你有冇聽過年獸嘅故事啊？有啊，中國古時候有一種叫做年嘅怪獸，長年深居海底，每到除夕先爬上岸，去山下嘅村莊揾食物，並到處破壞，搞到大家都驚咗佢。因此每年嘅除夕，村入邊嘅大大小小都會扶老攜幼逃往深山，以躲避年獸嘅傷害。除夕當日，村入面忽然嚟咗一個着住紅衫嘅小姑娘，佢叫大家喺屋外掛起紅燈籠，貼上紅紙，仲要烤火放鞭炮。年獸見到門上掛住2盞大紅燈籠，又聽到震耳欲聾嘅炮竹聲，嚇到魂飛魄散，即刻翻返大海入邊。而呢啲傳統就一直延續到今日。每年嘅春節，家家戶戶都要張貼紅色嘅揮春、對聯同埋燃放煙花爆竹，以驅除鬼怪妖魔。唔止添啊！中國係重視孝道、親情嘅民族。每年嘅新年，好多親友都會聚首一堂，一齊食團年飯、派紅封包、互相問好，增添節日嘅歡樂氣氛。我仲知道中國嘅春節喺2024年12月4號，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添。春節唔單止弘揚家庭價值觀、社會凝聚力同埋和平，亦都能為中國人民提供身份認同感同埋文化延續感。而中文科喺地下有個操場，亦展出咗有關春節嘅展板，大家可以喺唔識嘅時候去欣賞一下㗎。爆竹聲中一歲除，春風送暖入屠蘇。寄望大家喺霹靂啪啦嘅爆竹聲中，能夠送舊迎新，迎春接福，身心靈都健健康康。同理仁愛中國心，精神健康齊實行。祝大家蛇年萬事如意，福壽安康。多謝大家。